新闻开始来看，花莲发生规模7.2的大地震，已经第7天，目前是更有6个人失踪，佮继续在找人哦。今仔伫沙卡洞0.85公里的所在，嘛发现有一卡鞋仔。毛德国游客讲，因伫地震前的20多分钟，伫离5间厝500公尺的一个观景台，有翕到一对失踪的新加坡翁仔某。当地民众是讲哦，伫3间厝的附近有味，恐惊有人跌伫下骹。哦，客人在里面呢。乡下大地震山壁崩塌，土山洋洋飞，导游伫外口一直话，都惊德国游客伫斯卡洞步道有危险。Be careful。2个德国人秘伫5间厝平安脱困落山。用力地震进前的10多分，因搁伫5间厝头前差不多500公尺，步道内一个观景台，翕到失联的新加坡翁某的身影。他们到主间屋的时候，他们都还有看到他在那里。地震了后第7天，斯卡洞继续咧搜救幸好导游正规。新加坡翁某伫景观台记录上大，也有在地居民表示，伫3间厝附近闻到真高的味，怀疑有人被跌掉咧。我是住里面的3间屋，我要养我的鸡，那时候大水管也给我倒，但是人在那不晓得被埋。除了新加坡翁某现有一家5个人有3人无找到，中和矿场也有一个人失踪。找到搜救重点锁定斯卡洞0.85K，特殊队伫遮发现一只鞋仔，暗过外口咧落雨，对搜救犬追踪气味，至少有影响。队员是穿雨衫锁扎，派人沿着崩塌的山壁下车来查看。对，我赶快先躲到这个。哦，差点GG。强烈地震造成严重灾情，有车厝驶伫的中怀九曲洞。地震进前几秒钟受到警报，选去就是天摇地动，大大细细石头一直连落来，有民众坐飞机在空中翕到花东山壁崩塌。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设备也到花莲灾区勘灾。我也希望，不在花莲的有一些企业们，他们也能跟我一样来这边看，他们能做什么就大家一起来把花莲这些受灾的人的心安定下来。这地震超过10人死亡，灾情惨重。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丁淑芬呼吁其他企业伸出援手，到伫救灾以外，花莲县府也伫找到办法会，希望罹难者会安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